係啊，講每天這樣歡迎嚟，我本來我見到即係報，即係禮拜真係特別有俾報告就係物件嚇，是真係大件大條樹嘅就，然後有我人嘅大沙壺，本來參問咁人講，而家大沙壺是我嘅舊伊人，有大沙壺歡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算係咪是舊伊人？借咩咯？唔是咩？唔是舊伊人咩？借咩？借咩嘅？其實你是話借咩嘛？你講話刀卡手不是安排我人嘅，邊啲福建嘅之類。gathering 嘛，所以即係禮拜是往特別，等我甲阿 Docs 講，when you ready let me know now recordings 我未做到下面嘅 recording with 傻虎 he has to go OK 你一時我這裡費會是特別會報告人這裡教育人啲為人安排下面物件啦個咱就係咱嘅即係planning 嘅得講啊，咁咱安排即係咁咱造裝飾嘅人是一最即係安排嘅會館啊，安排嘅會館，即係教育人報告就係佢一最。等我搭下潮流文，而且我有金毛嚇，一毛金嘅，一毛金嘅，個金嘅，是查某嘅。我原來是查某，這就是假查某。我一名查某，一名。金毛就是金毛呀。金毛是。我唔知，我想查某跟金毛都像哪裡人？我想是哪裡有像人？像人啊？像人啊？對，這是查某，這是金毛。我想你講你金毛是原來是查某嚟，我想你講。特別查某原來是查某嚟啦。原來查某也是查某。OK， 查某金毛。แล้ว阿德咯。阿德，老隻阿肯定阿德是不是嚟跟人講？等陣佢講了阿拉伯族咯。阿拉伯族對。แล้ว阿龍，阿 dragon。阿龍啊，呢個字龍啊，那小字靈啊，靈，俾每一條兩條三條，了個字，了個叫 agent 兵啊，嚇，agent 兵嚇，辣椒咯，了個人俾是，要叫掉下協小英嘅，即叫 John Eng 啊，嚇。注意下條個辣。唔是，就是唔是 planning 特別一個俾佢嚟協小英嘛，這真係好啦 ，professional。阿仔講啊，嗰隻叫咩叫紅菇龜？紅菇龜，誒對下對紅菇龜，你看見你講你好歪歪事哦，你講歪歪。所以咱就未感謝咁樣，特別佢這禮拜咱講等大，等我就會拍落嗰隻死。哎呦，死小大聲，收起來！咱唔是咱鄧人嘅，咱唔是成個你阿毛嘟嘟嘟嘅咧，咱是拍鄧人落歌嘅。嗱，真係你拍會報告大條數，大條數是咱嘅邊啲福建嘅 gathering 有咩啊？即係要做啊？是唔係講？這是沒做，這要做啊！所以這禮拜攏聽到是要緊，當今這禮拜要緊先聽，這小隻要緊的，我要學你頭，我要教你安怎會談那個獎品。我都無想嘅獎品有六禮，無想嘅獎品就是講你嚟聽我邊啲學嘅節目，後你個先至是過來參與人 gathering 嘅時，你哋談，你哋溜這個獎品啊咯。所以咱上戶咱嘅節目是其實。ready 啊，得到 ready。等陣嗰時咱規日咱名無甲人講。對，我剛才我特別有隻教育人無特別啊。教育人，阿德，舊早啦，舊早歡迎，嚟我當今我等要報告講我人嘅這個嘅名是叫做咩？
แล้ว啊，咪講過，咪講過，咪講過。特別 OK， 我當時哇，你個摩托拜，哇，真係多聲咯。呢時我會講我嚟教伊朗啦，我專門教伊朗是啥好咯。แล้วก็จริงๆกำลังอ่านไปที่เลยจะเจอ่านไปกำลังจองสูแล้วก็จะเจแล้วสังกัดรู้เนี่ยแล้วก็กินหมอที่เลยซาบอังกูกวยเอเจนต์พิงกับดราก้อนเดี๋ยวก็จะ全部講掉哇這你出咗鬧咗得冇啊我出咗冇亂哦冇啊點啊唔是外邊咧是你曉傻虎呀好啊！別見啊，咱當做老早，咱要報告咱嘅名，咱嘅名是叫做咩？叫做邊。福建金都大團圓。這個人係啦，這哪裡啊？讀寫呀，讀呀。冇啦，我等你叩門啫。你播？你播？你厝人講我啦，嘿，邊個人成日講我只大聲？OK， 神你啊，我係驚為我咁，佢哋有啲門口。佢嘅搞蝴蝶㗎啦，嚟即係講句傻虎，講句名。叫福建金都大團圓。邊啲福建金都大團圓，然後即係阿毛名就叫做邊啲福建 Golden Big Reunion，然後所以即係我諗個 poster 安姑講做 poster，了budget I think 內曬那是講路我有個 poster 嚇，那是人就樣俾自己先去印一打到樣自己嘅位嚇，我係使放隻 link 到啲 website 可以 download 咯。對。放隻 PDF file，so 當今咱咪快慢慢講明你安尼啲刷虎要出門啊，所以咱特別講咱嘅其實要做咧，咱嘅即個大團圓。OK， 經過咱嘅傻虎講下大聲無？經過咱嘅即個決定呢是到2月20號。2月20號。車衫。車衫未使去拜年啊，所以嚟拜話。拜咪姑啊！拜咪姑，我但是這人去每人講報備啊，我諗怪怪，談你唔叫怪，好本來這人傻講。當時唔是去每人講係嘛？冇啦，冇去看字嘛，咱就confirm啊。好啦好，對，車衫等人先正車衫啦，是2月20號。แล้วเรา還沒接駁咧，接駁呢時間呢是4點到5點半呢是到一個叫做 CG Computer 嘅位來做一個 podcasting 嘅 workshop。對 ，CG Computer 是CG Computer 就好咧，頭嘅所佢每可能做節目，一點個先至冇開過是。伊嘅咱到 Harvard Center 位呢是。車衫個未開工個，車時個嚟開工。有頭嘅所甲頭嘅呢，當人就調啲嚟開門用咯。感謝頭嘅所甲頭嘅，感謝你來唱好你嚟，變成我勁感謝。感謝，變成學嘅，使講係咩啊？誒啦，好 CG Computer 頭嘅是 Mr. Lee，使講。啦，講出嚟一個人妹。頭嘅數咧，頭嘅數嘅名就講還是講頭嘅數嚟啊？頭嘅數啦，頭嘅數啊唔知咯。你見咱叫頭嘅數啊，暫時就是講嚟講嚟講頭嘅數啊，但是都會聽嚟講。叫我白嘢，寫個係講你名啦嚇，感謝頭嘅數，感謝頭嘅 Mr. Lee 佢每學幫先揸車衫，แล้วแล้ว所以我諗做隻 podcasting 嘅 workshop 嚟，有堅持是那是你個朋友啊，是兄弟姊妹啊，是隔壁厝邊人，自家要聽看，要有興趣要做 podcast 啊，是要聽 podcast 本來，我諗是要講，我講嘅 workshop 咧是有關係㗎。唔止是今日做呢個 podcast 啦，特別如果是點正嚟講冇咩料你知嘛，所以我特別講個半節半節半，所以 focus 嘅就是頭是按照聽 podcast，但是講你唔聽過按照聽呢，你哋嚟這個 CG Computer 我教你按照聽。
唔是講教女人啊，嗱，你教啦而家去聽唔真咧，我是教女人真 subscribe 啦，唔是教女人真用而家聽啦。แล้วแล้วสิก็การรู้นะสิเราไอ้โจลูกกี่ podcast เนี่ยรู้อันจะไอ้ start 嚟講，你其他嚟睇做 research，我 course 未การรู้ตอนนี้你未嚟ว่า workshop 係紅險對曉，อันจะ做禮拜就做 start podcast 啦，特別係你未嚟講，你再去research 講อันจะ做 further 啦哈。then 呢個實際阿毛可能錯，頂住禮拜時候我就聽講係講講，哎呀，我真係搞錯，特別我先係你講鄧蘭話是你使 translate 我翻譯啫，你表聽嘅數，誒你咧我真係阿毛邪人嗰啲嘛。所以，咱特別較注意同播下講華語時啊，講 Mandarin 嘅時啊，講韓語嘅時候，特別講對，特別學緊話嘅翻譯啫。然後，當今是5點到不是4點到5點半，是咱個 workshop，係你是較正經淡薄，還是變成學緊嘅咪咕無講啊冇講韓啊，不是無講學緊，無講學緊話。冇講學緊話，講阿毛話，阿是你我唔知後面可能咱韓南本來啊，另外本來呢，肯定咱係當包。咱講落大話咯，嗰時。啊，攞字啊，one 啊，let's say you put this one 啊。You put this one, you take that one 啦 ，come 啦，go 啦。You do like that one, my can 咯，有 my can。Don't do like that, my can。我等下，我把你唔出去，我哋夾配出來。You do like that, my can 咯。所以有見到咩 ？You almost come on 啦。4點到5點半啦，4點到5點半是做你 podcast 嘅 workshop，and then 到5點我覺得報 Q&A 咯，可能會特別問題，咁係咪話電話就好啦？有時佢有時到你安怎嚇？你做了時安怎算好？佢咧7點呢，咱就7點到12點呢，咱就去一個所在叫做 Ice Baby 咯。生囡仔，生囡仔，生囡仔，哎，這等人名叫咩啊？阿咪，冰室寶貝，係咪？冰室寶貝。哦，冰室寶貝，冰室，生囡仔嘅好聽哦。OK， 等陣啦，咪別咱講這生囡仔個陣時，你是7點啦，是講你人會來 workshop 咧，你咪來咯，何邊啫呢？4點到，按照講伊地方到底到哪位？Hardwick 是到哪咯 ？Hardwick Center 是在這裡 Greenacre GMC 嘅邊啊，GMC 跟 Northern Tower 嘅當嗰邊。但是你唔知到哪咯，你每人請出去，伊地址係咩啊？等我看下我有。地址就是67 Jalan Sultan Ahmad Shah。嚇對，67號 Jalan Sultan Ahmad Shah，邊個位？Hardwick House 應該就engine 嘅啦，嗬。伊個白金白厝呢？對，白老厝。然後你注意看你咪咕子粒咧，還是我掉咪咕子粒頭邊。แล้ว我個爽呢 ？OK， แล้ว我真係緊張啦，其實緊張啦。แล้ว是你是7點啦，那是講你會來迄個 Hardwick， 唔是，迄個是4點到5點半。那是講你會來迄個 workshop 咧，你就來咯。那是你未，那是講你無法度未來 workshop 咧，你就會過境啊，就唔知，你就來阿妹dinner咯。對，阿妹dinner就7點開始啦7點到10，你係用阿妹12點啊？呢邊佢有12點直接。哇！真係包櫃樓頂嘅咧，係嘛？櫃樓頂學諗嘅咧。包嘅咧。哇，好死！看你事情人嚟就好。做咩出幾個黑鏡落去？overflow。幾級樓卡換啊！但是講誒，但是講俾嚟講起，我特別咩嚟個話人講就係，咱特別在。那是講嚟講，你哋好就係水人頭仔嘛，你就是去，我唔知你凊彩去到安怎嚇？啊是咩了？啊是到時出面出現嚟啊？啊是俾隻水人頭個？
免了啦，應該咱免了啦。我人夠before 1 week 我係一個 confirm 嘛 forecast 嚟看啦喎。咱到時看幾人來嘛，算 under 幾人嘅 package，咱個家己處理咯。OK，那是講你愛嚟講啦。那是講一百小英嚟講，愛嚟講別硬。哦 ，actually 我再講就是別來嘅。那是講用鐵頭嗰個 game 嘅人係，往有佢哋八斗嘅 show 時候，即係 show 冇報告啫啦。個按照談，按照留佢哋獎品，我諗即係獎品嘛。所以我看到被報告啲獎品物件，所以我那時你被留獎品嚟講，你都被寄 email 嚟，特別你都被，那時你再講你係去 dinner 嚟講係，because 是特地 dinner 是留嘅嘛。但是你 dinner 嚟講，阿妹你就係食時食錢，你就食錢嘅幾出。我是食錢嘅幾出你嚟食 dinner 嘅時候我叫你寄 email 好啊，我肯定係叫你講，當今日講 dinner 是啷個哩？dinner 一人20塊，特別真好食，就是咧講我聽，頭家你生囡仔頭家講好未？學人係咪物件？伊互咱到時伊互咱你哋 discount voucher 咯，58%咯。到多數伊直接來北島嗱，中國去到關島當然有喎，你要食扣攤扣58%咯。所以就是講你當今天，一邊係咪？你講。我講，所以你就是有期嚟講嚇，你都係就賺住58%嚟吧？真係是你別使係使用啦。discount voucher 是 next time 你去即個生囡仔時，你就賺食。你食嘅物件，伊標個了有通扣58%咯。哇！有 limit 嘅哦。冇啦，別報標嘛，冇 limit discount voucher 裡面送你去食，就扣啊咯。你即係20塊就學10塊呢啦，哇得咯，頭家數我真係數格路啊，把刀對起是咁樣翕小影嘅，頭家數唔就有來嗬，有啲啊嗬。你會走下？不，你會記當叫人講想拄嘅我今年往第查某個帶路。屌！我頭家數你10%咯，見到屌！我對起數路人。咁掉嗬，等於是嚇，我記過，嗰杜尼嚟講就俾扣就冇騰學嘛，我時候可能。有呀嗬。哇，感謝我哋頭嘅，感謝頭嘅本啊，好 Mr. Lee。แล้วก็ทำในทาวสเกโซไอซ์เบบี้ทาวสเกโซสังกินนะทาวสเกโซปัตตาสังกินนะทาวสเกโซจะไปเที่ยววันเจ็บบอกอ่ะเดี๋ยวสังกินนะทาวสเกโซดูมาตู้ก็เยอะละต่อ有啊，都到咗一幾年咯。真係好啊！你我哋 friendly 啦人。แล้วก็วังสว่างจีหลัง20塊，แล้ว咱其實到，若是講你要來講，咱去到一間學去到一間學類個食咩咧？到去咧，生囡仔到落啊，生囡仔。生囡仔到啲落啲骨，我哋咧Maybank RHB 邊一路邊。一隻擺是咧，有隻四地咧囡仔面嘅嘛，係。伊這邊內面咧，你嗰個是囡仔面嘅咯。伊外口隻擺唔是有成個囡仔登山囡仔面嘅。有寫了啦，有寫啦。我記我聽到我對佢時話對馬來西亞時話開張，生囡仔。แล้วก็มี個講關於生囡仔，告訴人，咱是要做咩？7點 start 啦，แล้ว咱是要幾點搞嘅？7點響搞啊？有人？冇啦，啲人客 start 嚟，使7點啊，你看7點嚟啦，7點你看嚟啦，然後7點是要 start 啲 dinner 你看咯。你20塊攤食咩？20塊有咁了22項嘅菜啦，含啲 dessert 啦、水啊、啲糖水啊，咪咁了咯。咁了22項。แล้ว即係所以咁啦22項，後面伊是唔是 buffet 嘅？I mean 唔是buffet style，伊22項嘅係了 buffet style， 擺咗好難食。做餐啊，做餐。OK， 所以咱若是買來講，一粒人頭20塊，冇可能一個人來一個坐參4個粒，
人頭。對，無唔對，你就講有看到人頭，伊甲算一人二十，你若大巴肚內人頭肚內面無，都是二十。啊，冇，大巴肚揾水。啊，伊有人頭，特別無看到。看你大巴肚咧真夠食咧。無看到無水。Kata pulu sakit saya ya.我唔使講。畢竟反正人家講，我會使講嚟就冇話嘅，會叫我講你，會叫我介意做落住去做你做過嘛。哪過？啊，所以當今所以人到20塊一粒人頭，會看到人頭。แล้ว那是你要帶，你是要帶你寶啊，帶你 boyfriend 啊 girlfriend 啊，兄弟姊妹啊，你到一人20塊咯。來你使帶嗱，一人來咪使啦。那是佢一就一人都看過，特別不要緊，而家是唔講就一人啦。我驚講一定去搞落去啊！特別做攏來搞啊，應該係做來了，做路來了。嚇，做路來，帶朋友來咪使。แล้ว講here，แล้ว路人來呢時候，老丁個係咪樣個係咪有攤做咪咪嘅個做一隻？哎呀，死 spell 唔對，卡拉 OK spell 唔對啊！出嚟出去。香菇啊！香菇 spell 卡拉 OK。Vicky 本來伊無對嘅。嚇對 Vicky 等陣我特別啲計講一聲。Then 係有卡拉 OK 咯。啊卡拉 OK。了actually 伊連店咩冇 WiFi。嚇，睇用哦。睇用，唔係我時間了 WiFi。哦，好，我叫我 computer 去嗬，教試那是我唔知做 live show， 那是 A 做嚟講我就做，那是 B 做嚟講咧我就落了我個棒去我 show 啦，不就，那是個 A 做 live show 我就做 live show 啫，所以做咩事咧？你會去食了飽了時，就 start 做 recording， 喺 recording 咧錄音咪是現掉錄音，我所講教試就去人會講話去超，我就去嗰度講。แล้วว่าแต่การ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ลองกองล่ะแล้วฮัสซีสิแล้วมันจะไปลิวทะเลลักกี้ดรอจองพินหังฮง不要講ลักกี้จองพินไว้เขาลิวจองล่ะลิวจองลิวเขาจะทันแล้วลักหัง嘅จองพินเอเลบุตลีบุต立行上面頭一行就是頭一種嚇，一種太只誒，我記啊，Apple Shuffle 是我本身報效啦，唔是我嘅記寫出嚟劍內。我記2月1號時啊，各位聽眾，攏 send 我一條 email online@gmail.com 啊，會記還我夾對去，我夾講我未記夾對去。當2月。唔係2月2號，2月啊2月2號呢 email 2月1號還是2月2號 email 我還好我夾對啦 ，Apple 無論是無吞彈的啊，我夾講我未記白啊，所以頭一張就是 iPod Shuffle 是幾類，到對面嚟說未幾類，399塊獎品。來，แล้วเราทันทีว่าคันนี้กับเรา講คันนี้單這裡上戶，就咧是我กับ家人講一步安怎彈這個獎品，แล้วก็แล้ว個是點先？แล้ว是第2獎就是係咪？無山鳥鼠，無山鳥鼠個，為了是貓是嗎？對，個 Mac。2.4 GHz 係無線鳥鼠，這是這裡什麼 Y 啊嚇 ？SY Enterprise 報號誒 ，actually 嗬，這裡 XY 報號 ，SY 報號嘅了，你獎品除了話你 iPod Shuffle，แล้วก็無鳥鼠，無線鳥鼠，แล้วก็มี第三，哇，個 webcam 啊！哇！真正好，你知唔知？咱這獎品各位聽眾，我真係買真係買來。是啊，水情人我知道。你無
就 webcam 啊，你把只拿 webcam 個麥克風，把只你使用你麥嚟做完節目，咯，但是要做改變，你無你去俾起你麥嚟講，還是麥去80萬人俾你唱嘅佢咧，你就會嚟往邊咧學見彈一啲 comment 嘅票嘅。play 一個第四種是 play 嘅 headset 是你清掉它，成 headphone 係那個麥嘅。แล้วก็有個咪個第二個種。第二個種就是 card reader。card reader 係所以你小影是你 memory card 插落去啊，嘟就係你 USB 會 download 啲小影。แล้วก็有第六種是個麥嚇，麥就要緊咯。因為要你都會有麥，你梗係使嚟參加我嚟錄音嘛，用 Skype。แล้ว咁試下這裡 SY computer，Enterprise，會使講這是最最公司哦。會使講做咩事我吹掉？是要緊嘅嘛，要緊啊 sponsor 嘛，都會講嘛。講啊！我諗講 SY，但是我諗冇講是蝦米樣嘅。哦嚇，是我成日講噶啦，定住。要緊啦，當叫咪講就算。講咯。OK， 我唔佢愛講成日嘅講啦嚇，講。莉莉，你好屎！你好 ，OK， 這是 SY Enterprise，感謝 SY Enterprise。你好是個感謝 CG Computers， 個有這裡Ice Baby。你個有個就是咱個佚佗 game 個，咱佚佗 game 咩是個攤物件個啊？對，你 game 嘅物件是啊，就贊助。就是歪啦，歪啊，驚累啦呀，個可能買獎品啊。當佢諗報嗰件咧冇獎未使。咱無講幾類，咱無講幾類，一筆嘛是啊，對，一筆嘛是啊，對，即係 BB 咧一家類嚟，可能獎品，那是有寄來啦，那就獎品。有啦，以前咧情心，是唔是情心？唔是情心，以前情心是辦公嘅事情，啊，直接有心。情心，以前咧。不是，不，你一隻情心咪你一隻節嘛，對。一隻靠隻節，特別我意思我是被講是以前有心，不好獎品，一個係咪咪被講過關係啦啫？今天老早阿郎俾嚟賭啊，咪嗰邊都俾嚟。嗰隻行個昂姑 sponsor 誒。啊對，對，對，路人啊要見啊，這裡有一有限嘅就係 number， 有時話已經唔知佢做誒。伊叫人做啦，伊是 sponsor， 伊出嚟叫人做。哎呦，死我嘅歹勢啊，龍劍！我嘅歹勢啊，龍劍！哎呦，我講聽做咩事？我真係來考啫。真係感動啦，各位，即係隔了即係教人做，佢哋隔了全部攤女部半行嘅，隔了佢佢哋我哋一出嚟嘅啊！感謝啊！所以嚇，即係按嗰後面，你是係咪獎品是熱門嘅獎品啊？我哋來獎是好咯。嚇，你來是你寫名是好，咱有有限嘅即記者呢，無關錢一隻咧，所以咱特別較早。7點就好來啊，忙6點啦，7點嚟，7點就使嚟。好夠啊啦，6點半就使嚟。哦，6點半使嚟啊！嚇，我唔係夾講，我夾講睇你能夾數嘅，就特叫我6點去邊答名。我也會彈你咪咕。誒，我講聽我想買去買一粒多粒嘅咪咕，我講看你辦公多粒嘅咪咕啊。哦，係到啲 registration。喂，記得我淨係聽講是開咪咕店嘅嘛？好啦，你做時特別你水嘅。啊，你俾我真就往大拗啦，邊度見一粒大咪咕喎？我俾你大粒啊，買你4粒嘅。我俾你較中淡薄嘅，差唔多成個一啲半啦，大地買你細地嘅。係你夠多。嚇，俾成個人白人講嘅你較大，唔係講時候大粒，本來唔係你成個扁嘅大地咧。
佢哋記得路途車嚟載。大了過普通人不人講種啦。嚇，普通佢哋寫粒，你有寫字水水嘅啊？我唔知，我買下你啦，你買部下本表，叫我去搞路俾，你學我 discount 嚟啊？係啦。OK， 去穿了啊！定咯，我先正就用。哦，對哦，不要緊咯，你冇事夾不抓去印出來的。你時行我要做咪咕，你較早來你就攤咪咕，紅菇煲下嘅咪咕結晶。紅菇煲下咪咕。啊，你講咪咕，你玩過呢套 game 咯？呢套 game 是啊，嗰時個攤嗰啲prize 本嚟。啊，呢套 game 攤 prize，我唔知係咪 game 本嚟嗰時。嗯。game 是跟查某啲 adventure 咯。一間查某是一名做查某呀？啊，一名做查某。你自己查某。講啊嘛，今年想讀嘅特別下查某嘛。係啊，我對佢數咯。成日當這數語嘅呢啊。當這數語。數教女語劍，即係查某今時啊，即係咁做嘅咩？你一個係咩個？上戶都俾走，俾你走係使走啊！係啊，走啦。你係咪夾俾講哦？係咪交代哦？應該冇啦啦。你可能。OK，我今日到曬，感謝你嚇上戶。OK。交易人嚇，感謝，拜拜。OK，拜拜。阿東唔走過。阿東唔走過嚇。然後阿東把佢請你，手機嗰邊邊度俾？邊呀？賺你個料啦！你快嘢咯！那三字啊！我三字都會啊！我爭我三個都差唔多都俾個字。冇變啊！我可能我都斜講。我諗先出來就點貴啊！哦嚇 ，OK，so 咱個後面嘅講過啊，咱咪提到一個卡拉 OK。卡拉 OK。咱使唱歌食了是使唱歌幾暝嘛？7點到12點。7點到12點，所以唱歌嘛是免講練啊，食了就暫時愛唱歌咯 ，before recording 加 lucky draw 嗰啲咩咯。game 本在頂努力 game 是頂正錢嚟講咯。所以我睇其實錄音啦，我看喂其實要錄，我是想揾到啲錄，有哪錄音是有哪留獎品咯。係咯，8點到9點啊，錄嘅唔是？我就是錄，我唔知錄一出啦，我只是錄。那是人 officially 落一出啦，แล้ว是確定是頭尾俾我們落咯，แล้ว個嚟放學你唔攤來人聽咯，聲浪者咯。你講咱電腦係點聲嗬？你唔知有音咯嗬？你會使點講？咩？唱歌人聽。滴落 previously 嘅 show 嘅 clips 啊。哦，係對，使我使放嗬。CD 啊，喎，咱電腦係點聲，你使放掉人嚟，點樣 record 到？會使 ，good idea。But you pick up all the show 啦 ，different show 嘅 clips 嚟翻咗，burn into one 咯。哦喲。show 嘛。我這飛機的故事，我這飛機對面做了慢慢。你慢慢 Q， 我一個 CD 哦，諗住電腦點聲哦。Instead of 咱放 music 啊，你放到對嚟。對，好分。good idea。然後咱聽到是個笑到是個好笑呢嗬。個好笑，只係一個好笑。補出來嘅啦。只巴啦。只行咯。แล้วใช่เดี๋ยว good idea รู้แต่สิดูอีเมลว่า remind ว่าอย่าเลยbot shuffle สิ搞你確定2月2號啊，你秒搏定掉冇啊？你個口就係全世界人啊！就暫時本嚟會記嘅十邊未記嘅 email 派完連簽啊，VSS 啊。我記得 online@gmail.com 啊 online@gmail.com 但是你唔知我係你使叫我邊學見白呀？邊學見 .com 會記訂你 email 或者 remind 我那當時個百人 email 好我不要緊。Then 呢 ，so 頭的那個 recap 啫，頭這就是2月20號等人初三嘅事，就下晡4點到5點半時到啲 hard week。
Hardwick House 即係 CG Computers Hardwick 嘅 branch 會做隻 podcasting 嘅 workshop。假如按照聽，按照 subscribe podcast 了那是講你大概平常時你是去你 website 去聽呢，你使來不過假如按照另外一辦法聽是 subscribe 較容易聽。即係到你 subscribe 片呢即係 iTunes。iTunes 有啊。誒，當然好啊，唔係定接派。唔知最近啲未 update 你數，我唔知係咪數。DL。早三日數嘅了，未放半點啦，咁大㗎嗰一個。講係咪？但係我對到就只謝南冇你看咯。哦，美國一個少人聽係。唔知是有咩數我都唔知。所以我咪 try 過，maybe 是你，是唔是 after 係你 earthquake 嘅時間 start 咧？Because 我記得 earthquake 過嘅是伊算過嚟別個啦。你話伊最近有一個 up 先嘅 new version 嘛？嚇，แล้ว你有可能本來是講嚇，但是講啷被啷 iTunes 被用啊嚇，你那是背嚟講你 unsubscribe 佢哋 show 佢哋咋？你睇佢 show 佢 delete 佢，嚇唔是 unsubscribe 呢？嚇佢哋 show 佢 delete 佢，咪個 unsubscribe delete 佢，แล้วก็จะ resubscribe 佢。嚇佢 start 對，嚇佢 start 對應該是會啊，哦本未啊。不要緊，但是講未嚟講咧，你就是叫我朋友去聽咯。但係我係只 download 嚟聽咁。冇去 Yahoo 咯。了你是你使去部哇 Yahoo 有咩 ？Yahoo 得啲啊？哦 Yahoo podcast 有 Yahoo podcast。Yahoo podcast。所以你使去入邊聽一本。特別係講你那是來你 workshop 我哋假如按照用你iTunes 聽 subscribe， 你有時個假如按照那是你要做你個技術，係咪嘅要緊你特別曉嘅你都我哋假如按照做。Then 當今呢過了下了暗暝是7點到12點半暝你使來，但是講你人會。來一行呢？你去 workshop 呢？你咪去 workshop 咯。那是講你去迄個dinner， 你咪跟佢去 dinner， 你就去跟佢去 dinner。那是你要去哪裡更加好咯？是講你要談你留嘅獎品呢？是 dinner 時間來，所以你特別。我當然我講下，當然當你唔知個本條，唔知個按怎留嘅獎品條嚇。但我教人解釋就講學點先啊，哎呀40寸正啊！我但是講聽個當機咩嚇，特別係你聽個咧貴嘅少人解就講按怎留獎品。但是講起個嚇，你聽當金舊舊我人係 gathering 時都未聽。我報告攞嚟特別嘅字，成個你 secret 嘅 word 啦。secret 叫咩啊？B 嘅字，我講係你 B 嘅字啊嚇，攞笑起來就唔係叫嚟個。有時個地字，我攞嚟字啦，見下字我學到隻字。有時個 future show 嘅時候，個字嚟字，所以你別注意聽。但是講你聽了呢條，你特別到啲 email 嚟會，你寫一條 email 好玩啦。我 email 是 online@gmail.com， 唔是幾個字號，教我講嘅 shuffle 就係呢是白嚟事，這是幾咩事？這是留獎品嘅事。你寫一條 email，你 email 嚟subject 會啊，你試話 email 嚟叮叮叮叮，你 email 嚟 subject 會寫 pig to pig。你是講你別寫要緊啊！你是講你冇寫 pig 嚟講係，你冇寫 pig pig 嚟講就啲頭嘅，你是講我 miss 佢啲 email 是冇關乜事，是你 subject，because 我用我 email 會 filter 係 filter，那是頭會 subject 會 pick 嘅係，一個咧起咗實一個 mailbox 嘅嘛，所以你要緊你 subject 嘅頭會特別寫 pick，and then 你嘅 email 嘅裏面嘅時候，你就寫好我講佢攞嚟secret 嘅字啊 ，B 嘅字，了你 B 字啊冇插你寫，我講嘅是一字是福建話嘅，特別你寫話是呢，你寫冇插你寫阿毛意思啊，是雲啊，是鄧人誒，但是我會讀就好啦，你咪寫零啊，我未曉你寫鄧人阿毛雲啊，我就曉，你寫嚟一字，你有時我就我對跟你講。不，你就笑你笑哪字？我拿笑我拿做出來當劍，哪我講哪字，所以你當劍笑一個字，我當差唔多俾人講啫。我講咧一個字，你個笑起來就
個等個幾禮拜，是冇講只久啦，差唔多要斷啊嘛話。Before 是 within 二月，估應該是二月頭時，我應該 announce 應該這字。頭一個字，有時候燒起來內字，燒我拖緊啦，努力冇過。燒起來內字，你是第二個字，你就聽到的是你 comment email 係嘛？冇插到就是 email 升嘅是版本表件，要件都是為2月20號以前 email 係嘛？2月20號 before 我留啲獎品嘅時候唔，咱特別2月初叫講我 internet 別好試試啦，是咁咪死火。咱特別 before 2月20號，2月19號每一日啊。我特別我寫出來係你人嘅亂嘅名個了。then 我讀出來亂嘅名了是寫記寫你名啦，別記得刷哈，寫你名了寄 email 好啊，或者 call 咯，死我做緊你 call。特別記得我彈住你 iPhone 喎，個彈住你 iMac 個頭嘅咧喎，你攞落嚟自己來，你寫 email 好啊，頭你 subject 寫 pick，了寫你落嚟 answer 好啊，頭一個字就是電腦 computer， 你先寫你寫下毛字又好，還是鄧人字又好，電腦 computer 頭一個字，了那是八刀錄落來嘅是你教時你愛。你想聽下第二個字嘅事咧？你個 email 我當金堂 email 我個哈，攞你知。你特別會記得頭一字是 computer， 第二個字我個計幾禮拜我個報告，我就報告第二個字嘅事，你就使寄 email 我啦。到時我個再 remind 你。你今日人咩使鐵頭？除了玩呢，今日人使鐵頭。除了玩呢 ，because 撩時時我是人撩呢嘛，不插個啦，食個阿篤啊，樣個啦後面叫啥冇食嘢。So 你就是燒掉這個字哈 ，computer 啊，是電腦啊，燒掉這個字啦。下禮拜嘅事唔是下禮拜，幾禮拜上都被燒一燒聽，是幾禮拜時我報告第二個字是啷個 email 好啊，寄去 online@gmail.com， แล้ว你 subject 會寫到 pig，แล้ว時我對，แล้ว你就有機會，แล้ว是講最好我留我來名加教嘅好啊呢，往到啲 dinner 時，對留獎品嘅時，對叫你名特別。聽了，你特別去 dinner 人介細談，那是講你冇來 dinner 嚟講你 sorry 啊，你是講，你名我都有 email 攞特別一部，人冇地，人冇地法攞唔知特別一名攞 announce 特別冇人來，就是 pass over， pass over to the next person 啊，所以我哋個被 you know 你被來嘛，你被來嘅實談嘛，但是你被來呢，你買呢呢？代表今日那些你是到底英國咧，你無談對嚟，你慢慢伊嘛表面寄來咯。但是講你在你唔在講你有去，個在個有可能有去，有可能無去都寄啦。你那是講我第一個你無啲，講你嘛是無談嘅咯。所以那是無得掉咧，你就走寄來。那是講你得掉無來，就免寄來咯，別緊。So 你是特別來 ，that's why 你話個 poster 寫到 listen, attend and win， 你特別 listen 聽話這 knowledge 字，這 B-bit 嘅字，了，加 attend 係 dinner 時，到 dinner 時我個留，所以我仲那時要留掉來面啦，讓有地讓佢彈獎品就掉啦。所以要緊特別來，特別我唔使想話留，我講想我被走嘛，所以都冇可能咳一半時留啊，咪想暗。冇啦，一巴咧才留啊。一巴才留啊。一巴才留啊，一巴多啊嘛。一巴嚟留啦，留彈人一堆。哦，不，咱咪是拖淡薄咯哈，個留一個。冇啦，個留過哈。個留一個啦哈。冇啦，民眾拿隻拿衣拿個了。佢咩湯天留啊？佢咩湯天留，冇乜刀留個了啦。對。所以讓特別來啲呢，實際上讓來啲呢嚟個一個 email 好啊，寫讓你攞嚟 answer 叫做咩啊？對 answer 咧？答應啊，答案啊，攞嚟答案啊！有時叫好啦，so 嚟 show 嘅句 show 我是講第二字嘅事，人家寄來好啊。明白冇？Another thing John 講一 poster 會啊，要係講send email whatever 啦，嗱，係種人俾 inquiry 啊，不記得咯。instant inquiry，俾問啲個咯，唔知有幾個咯，at least 俾係講，你識叫我咯 contact number
contact number 唔是 contact number 有人你知哦拍電話啊嚇成日話 workshop 嘅物件 whatever 咧哦你話 email 按照我唔知一句對懂冇冇唔是應該係世界上好 discuss 或者先上好唔是應該依家在嘅了嘅物件嘛哈但係咧應該是暫時啦，就是人講 last minute 要 call 攞這個 postcard 是係咩物件咧？嗬，興趣，但係 instantly 冇嘛，冇講特人等 email 去 ，maybe 都唔知個 email 是馬仔個 reply 還是後一個 reply。對。Because every 這種嘅 function 人有一個 contact number，like 像 hotline or whatever，人哋 just call to inquiry and on。是我唔知 ，maybe 哎呀是。我去買隻電話。冇唔是 ，of course，免講 call 咪但係你 call 嘛，嗱你 call 到成個 Apple 時啊，你啲困咧。唔是，我對其時我有係咪嘛？我會俾 handphone 嘛。是冇嚇，6號 start 呢個時喎。嚇。你做 promotion 嘅時候，contact number 係一個 contact number。嚇，對，會使乜咯？我就是去，那些6號過了時到底我網頁位。冇得俾就 prepare。會使當機咩啊？冇啦，嗰時當然。哦，對嚇，我對其時嚇，我就是俾你 prepare number 咧，我咪是幫你 prepare number 到底我係 website 咯。都特別講Google，等你 last minute 嘅 add on 咧。但係 poster 你唔嚟胡啊？冇到啲 on return 啊，寫 mark pen 咧。哦係使唔咯？特別我想話咧 ，maybe 有可能那時我叫 maybe 我叫我媽去俾你 prepaid number 咧時候，你是唔是你俾 prepaid number 升嘅時，依 number 是寫到啲個卡位哦，一格。冇啦，你俾 prepaid 卡一格位哦，number 了。哦，所以你話 man activate 佢啦。冇啦，你看名去買嘛 register 了，你頭一邊這樣做路了誒。我咧說他 activate 了呀，你 expire 了去哦。1 month 嚟嘅咯。嚇，1 month 就了啦，我當佢對嘢喎。top up 啦，冇啦，你佢 top up 啦，你先你 package 嘛，2 months 嘛，別嘅咩，top up 個資料嘛。特別啦，我還是就短教啦，還是我就免教一句我就短教啦。後尾我想叫我媽去講嘅時，我甲幫一電話到啲咧幫嘢咯。哦。幫嘢尋隻 poster 位嚇，我先啦。嗰時我想我寄句子時，我甲咱 committee 噶，我甲 email 可能講係咩 number 咯。然後我甲人講先嚟咯。會使。你 print 呢嚟了就。麻煩咗咯。你個最個做你 banner， 我睇到個 banner 是最做，รู้啊 ？banner 我 sponsor 哇！死你話咁派死咯，咁人 sponsor 係你個 sponsor 係你。老咗嘛？哎呀，真係感動啊！喂。Uncle Print 啊，from 新加坡啦，伊是16號交 police 啦。嚇。了是講伊20號該來邊領哦，走一兩日本邊嘛，咁 maybe 是看我還是山湖啊？按去吹。我人就冇，我 check is bus graduate 大啲 highway 到位啊，等了去。我而家冇啊！一時間到啲新加坡對 police 時都到啲搬落嚟等了去啊！你到底把字點出來？咱哋攞嚟講，是大主路嘛？講啲主路，係咯。免去個 police 嘛？你到底把字點出來？要係又要停入邊個？係啦，停住係晒。哇，比較好了，我學一落各位，但是講無路人咁樣搞到佢超咁安排下，我真係做未成，我其實先落名。係啦，咁了有人地度邊呢個咁了老咗嘛，到下出。感謝。咱當人就是安尼反問嘛，古早咱哋教做是安尼看，就是講當今了無等人甲無閒了，了厝嘅 system 嘅。起厝無相，人家 privacy 啊嘛。感謝你人啦，so 我比較好笑。
你成日特啲 highway 度個卡，等你掂出來 poster，因為 banner 佢掂出來落地巴士。Imagine 我個沙盤我諗想 stand by 了 pass button 啊，等你 OK。你個卡會接。接我人接我接冇條沙盤接了。當人看就棒咧，食佢不了糊咧，看就棒咧，了。啊，喺度彈咧跳出來棒咧。啊，笑女死了！係呢個係咪物件講？啊，多個係咪物件爆槍我當佢冇聊了，50分鐘啊。我這邊是電腦物件是冇咩物件咯。所以那是有蝦米問題嚟講，來使 email 我啦，叫我網頁，邊啲學見你 email 啊，然後到時我嘅幾節呢款嚟幾一禮拜，然後我那是有電話嚟講，我使幫到啲一個。別幫，別使個，但話別使，我但我是做 poster 嘅。我冇個，我會 activate 個。然後係你是特別過一兩號，啷個使拍？過一兩號，before 兩號未拍。拍冇通，拍冇人聽。忘了。So 安尼 OK 好，然後我就教示，咱個嚟講，佢哋特別注意收聽哈。幾個禮拜節目嘅時，我對報告第二字。嗱，是咱睇到第二字咧，頭一個字收起來當game，第二字出來時，當就咁樣咩 email 話大頭頂面 subject 寫到 pick 呢時，我對即係 contribute 談，到特別去 dinner 介紹談獎品。OK，感謝阿多。OK，感謝阿 John。咱頭對頭一擺談見面咧，嗬。頭頭前一次人冇見面掉啊。是哦。OK，感謝，咱下禮拜咱個再見過啦，見 ，sorry，再見。對。再見。OK，拜。再見，拜。